总部设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学会于3月1号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把在东突厥斯坦在教营中关押的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公民转移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这份报告估计，2017至2019年间，至少有8万多名维吾尔人从东突厥斯坦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其中一些人直接从拘留营被遣送出来，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很多。在远离家乡的工厂里，他们通常住在隔离的宿舍里，在工作时间外接受有组织的普通话和思想训练，受到持续的监视，并且被禁止参加宗教仪式。包括政府文件在内的许多资料表明，这些调来的维吾尔工人被指派的看护人员监管，行动自由有限，无异于强迫劳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学会的这份报告使用公开来源的公共文件、卫星图像和媒体报道，确定了自2017年以来，中国27家工厂使用了从集中营调来的工人。作为援疆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工厂是为至少83种全球知名品牌的产业链制造产品，涵盖技术、服装和汽车等行业。数百名维吾尔族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库克苏克梅切区法提赫清真寺，参加了东突厥斯坦宗教学者联协会组织的集体祈祷活动。他们为在伊德里卜遇难的土耳其士兵、土耳其军队在新发动的春盾运动中的胜利祈祷。他们还希望在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尽快获得解放。武汉肺炎的传播加剧了维吾尔人身上的人权危机。另一方面，由东突厥斯坦文化与合作协会主席萨伊特·图姆图克和一批维吾尔人前往土耳其哈塔伊省探望土耳其士兵。图姆图尔克先生说，就像我们东突厥斯坦人昨天支持橄榄枝运动一样，今天我们也支持春盾运动。我们随时准备为我们的兄弟和英勇的士兵们服务。中国2月份对3名《华尔街日报》下达驱逐令，作为反击，美国驻伊下令中国驻美国5家国际媒体大幅减少其工作人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发表声明说，多年以来，中国对美国人以及对其他外国新闻记者强加的监督、骚扰以及威胁变本加厉。美国向中国政府呼吁，必须立即承诺遵守言论自由，包括所有媒体成员在内。从今而后，被美国政府列入外交使团对待的5家中国国家媒体，必须把自己的工作人员大幅减少。这5家是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前身为中国央视国际频道的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美国华盛顿州卫生部宣布，又有4人死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使美国的死亡人数上升到6例。在美国，受感染的人数已达到87。在意大利，应有18人因电晕病毒死亡，死亡人数达到52。在德国，被武汉肺炎病毒感染的人数已上升至157。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已派出1个专家小组前往伊朗，该国已有66人死于新的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特德罗斯·阿达诺姆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特别是在中国以外多国的病例迅速蔓延。他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世界上从未见过如此迅速传播的病毒。美国宇航局 NASA 公布了一组照片，展示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社会活动的减缓，而使得空气污染排放急剧下降。NASA 地球观测站称，来自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物，特别是二氧化碳急剧减少。这一变化正值生产者因为要配合控制冠状病毒疫情而停工，工厂生产活动创下破纪录新低。
同时，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周一通报疫情情况，新增死亡42例。自疫情爆发至今，中国累计确诊个案8万26宗，死亡人数增至2912人。